女权对风采之前，去到日本做表演的布农族的后生人，完全冇想到转屋的路竟然比出国都还难人。日军战从日本转到台湾的演出面，为了赶转新影响东部落屋，革命无能生命危险，穿过下比兰的民防空立体的所在。就算经过地方，现在看到画面当显示，竟有石鼓从东北宽下来，脚底下又系当初的边港。不过，还係要全部嘅信任，見到嘅記住記到。山頂嘅石鼓見留下來，不過回到嘅全部，日軍演出面當中咁，穿過呢隻俾你看到是會驚嘅山派。韓國記住記到，會知嘅信任是天朝而轉到不下。沒有辦法要回家了，只有路這邊，沒想到那麼嚴重啊！因為在日本也沒有想說這邊會那麼嚴重。一回來看電視跟報紙，原來這邊也那麼嚴重啊！上面有落石，這樣你會不會很害怕？當然會害怕，可是還是要過。還是要回家就對了。對。反正他們對面有長輩幫我們看石頭有沒有落下。因為東部每日嘅對外交通是下比蘭民防空，我哋一班台主將民防空打敗喺將權絕不公測，變做一隻大假兒，阻斷當地見面嘅出現。不過，安樣嘅響應係你冇法度阻擋部落嘅見面，因為唔單止要面來轉屋，就要從部落出來，去到日日上班嘅民眾。因為我要下去接送那個洗腎的，因為我在水基醫院工作。哦，是這樣，你要回去上班，趕回去上班對，因為護理長跟主任一直打電話，一定要下去。對咗隻企圖危險嘅山派提單背，也佢哋轉屋嘅部落後生人，唔單止係大呢大包細包嘅卡房，還順勢將部落地圖而用到嘅招也大一片，或者大家最尾順利通過，偏讓你轉到部落，可能冇人會想到，也令你反響之地竟然比出國還難人。下個新聞李峰基南條報道。